下一位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今日我哋呢個會議咧就討論即係促進家庭友善啦。咁其實目的就係即係從一個人口嘅角度去促進到一個即係市民個工作嘅平衡。咁從而咧係釋放家庭嘅一啲嘅動力啦，同埋生產力啦，以及咧就係鼓勵生育啦咁我睇到咧政府而家一路以嚟咧，即係都係如果從一個社會結構嘅角度嚟睇咧，即係我特別想講一講就關於係在職嗰個即係託兒支持方面咧。咁由一個社會結構嘅角度嚟睇咧，其實主要咧都係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睇。第一咧，政府而家做緊嘅提供嘅社會服務咧，主要包括兒童課餘託管啊、幼兒中心咁等等。咁呢個係一個社會服務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嘅所謂叫次級社會關係嘅一啲嘅鼓勵。咁包括就係在校嘅課後或者係倫理支援啦，呢啲係屬於即係次級嘅社會關係嘅層面嘅。咁但係其實咧其實都有同事頭先都提及過，其實我哋喺社會裏邊咧最大最重要嘅即係次級嘅社會關係咧，其實就係我哋嘅就業，即係話公司啊、企業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公司啊、企業咧，即係你要佢自己去即係去提供嘅話咧，其實佢就未必好有動力嘅。咁但係咧，政府會唔會可以即係進一步諗下咧？就話即係通過一啲嘅政府嘅提供誘因，例如可能稅務上邊啊，鼓勵啲僱主。呢點其實喺文件嘅背景裏邊都提到啊，咁樣去令到特別係稅務咧，其實係一個好有效嘅方式咧，即係令到呢啲公司特別係大型嘅企業咧，佢願意去做，因為好多公司其實都願意去做呢件事，因為都幫助佢個員工嘅福利之餘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多啲嘅即係人力資源啦，以至咧其實亦都係對公司嘅名聲係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做純粹係俾成本咧，咁呢個就好大卻步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推動公司去做咧，我諗稅務上邊嘅一個支持優惠咧係幾重要。咁而實上咧，我哋睇到用公司或者企業呢種次級社會關係去推動咧，其實係幾有效嘅方式。咁當然我哋有啲嘅現實嘅案例啦睇到啦。咁除此之外，我哋睇翻喺內地早年咧，其實嘅經驗，當時當然個動機就係因為希望促進男女平等啦。咁但係咧都係由企業去提供一啲嘅呢一類嘅服務咧，俾員工咧，其實個效果非常顯著嘅。咁我諗係呢一點，即係同政府討論，同埋會唔會有可能喺呢度可以做到少少嘢，特別係稅務上面。唔該。主席，多謝李議員嘅意見。呢個我哋會翻去備悉咧，去喺日後我哋睇下釐定政策嗰陣時點去處理。咁但係大家明白我哋而家嗰個嘅財務狀況比較係緊絀一啲啦。咁但係可能要等我哋寬裕一啲嗰陣時，可以再諗一諗呢個嘅操作。因為而家啱啱李議員所提及嗰兩間嘅大型嘅公司喺香港去設立啲公司自己嘅幼兒園咧，其實佢嗰兩間嘢真係好大。先至咧夠足夠嘅員工咧，因為足夠有生小朋友嘅員工個量唔係咁多噶嘛，你要湊夠一間可能係100位或者至少60位嘅幼兒中心咧，其實你要可能個員工嘅比例係好高先至湊得夠。咁又一個喺成個機場島可能集埋啲人咁咪夠咯。另一間可能佢全港有一間百年老字號嘅大嘅銀行咁，佢咪夠人咯。咁但係如果你如果否則嘅話，可能嗰個嘅個難度就會比較高，冇辦法自己間公司食得起一間嘢。如果食唔起就變咗一間普通嘅一間嘅即係私營嘅一間嘅幼兒園。咁所以所以我哋明白嘅。咁所以睇下我哋會日後再研究下係咪真係好多公司有足夠佢哋好想有意願去做，或者佢小型啲嘅話，究竟個成本效益佢哋自己覺得維唔維持得住咯？多謝主席。主席兩句啫，咁好多謝阿局長，即係嗰個即係好積極嘅反應啦。即係我諗都同意，而家未必係個好嘅時候，不過都係值得去開始研究喺即係可能個經濟條件好啲嘅時候。咁即係但係同時間咧即係其實香港大型嘅公司有好似嗰兩間咁大規模嘅公司，其實亦都唔少嘅。我亦都知道咧，咁大規模嘅公司其實個誘因咧係有嘅，其實係啦，唔該。